有本字，彪哥話你知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省鏡，佢係咁樣寫嘅。個省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CHUANG 可以揾到呢個字喺東晉時期嘅江賦裏邊有出現。原句係潛焉之所虢虢，奔流之所省錯，意思就係講泉水從地下湧上嚟就撞擊石頭，大江奔流令到石頭呢相互摩擦，所以省佢本意就係指石塊相互摩擦啊。而省鏡呢就係指將塊銅鏡拋光，銅鏡經過拋光之後啊，眼前一亮，所以後來就引申為靚啦。譬如話佢今日打扮得好靚，認真省鏡啊！你哋學到未呢？關注點讚啊！